针对民进党王定宇委员所披露的11号中科院试射天宫3型飞弹这件事情，我有很严肃的看法。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泄密案，把我们的反制能力提早曝光，按照军事战略、军备研发、武器采购、国军重大演训，都应该是模模糊糊，不应该那么公然暴露在媒体前面。国防部中科院的应对是正确的，谁会把自己研发出来的反制能力提早告诉对手，我有这个能力了，你要小心了。所以这个非常恶质愚蠢的行为，我想蔡英文总统或者蔡英文主席，你不能再忽视了。国防部要澄清，确定自己的角度，你是中华民国的国军，不是蔡英文总统的禁卫军，更不是民进党的党军。军队国家化已经很多年了，要让国人放心，所以很严肃的建议国防部追查泄密管道。吴思怀竟然指控我泄密哈，那我必须说，吴思怀证明了一件事情：舔共、抱习近平大腿的人会自动丧失查证跟 Google 的能力。有关天宫3的演习的讯息，事实上在昨天大概上午9点多，包含自由时报这些各大媒体都已经报道揭露。那我在12点多分享的讯息，其实没有离开这些范围，稍微查证一下就知道了哈。那至于天宫3的性能，写在维基百科上面 ，Google 就有了哈。所以这种不查证，随意去指控别人泄密，事实上是违反法律的哈。吴思怀，请你查清楚哈。那该道歉就道歉，否则这样子恶意散播的人，我想有空的话，我们就到法院好好把它弄清楚吧哈。那这样子的退将、抱习近平大腿的人，本来就让人家看不起了，现在还毫不查证就随意指控别人，我想这个已经不是能力问题了，已经是品德问题。最后说一次，不查证就恣意批评的人，那就法院见哈。我希望吴思怀自重。您提到香港人道援助关怀行动方案，那么相关的专案规划已经大体完成。有关于港人协助服务的事宜我们的港澳关系条例及其许可办法已经有所规范。那么相关的机关依据相关的法规、人道原则，会积极妥适来处理。至于您提到香港人道援助关怀行动方案，那么相关的专案规划已经大体完成，但是随着香港情势的快速变化，以及我们对港版国安法的立法的情形的掌握，那么香港的局势发展以及国际社会对香港的后续反应跟做法，我们还是需要精进完善相关的机制作为做更完整细致的规划，所以没有外界所说难产或是延宕的问题。那么我们也会加强跟相关机关的沟通跟整合等，完成所有的程序后核定之后，那么我们会适时对外说明我们完成所有程序并核定后，我们会适时对外说明。好，谢谢。主委的说法当然是以陆委会他可以掌握的这些规划的时程。我刚才说了，相关的专案规划已大体完成。那这个涉及到跟其他相关机关来沟通整合，那这部分我们来努力那至于您提到这个来台它到底是情况怎么样这个人流的部分，那在疫情的部分我就不去提它的我们对我们政府的一贯立场是支持香港的自由民主发展，我们也多次呼吁中共跟港府应该倾听人民的声音，积极正面回应港人的诉求，让
香港社会早日恢复平静。那么对于你讲的我们未来的出境的管理，我们是依现行法规以及既定的相关机制，我们在审酌个案的状况来审慎处理，来维护我们国家的安全跟民众的福祉。那对于相关的机制，我们也会持续的来精进检讨。